继续来到立法院，这个新会期开始了。3月初5要来选委员会调集委员。啊，讲民进党团的内部，这个国防外交委员会超袂好势。立委王世坚来压料，讲就是总调郭建明指定人选，甲有意愿的成员大写来竞骂。讲这个互郭建明来竞骂的成员，就是陈冠廷。陈冠廷讲伊尊重总调。 颠倒是这个郭建明气噗噗炮轰讲，这敢是咧老兄弟武派系。立法院3月初5特别选新任委员会调集委员，也毋过当着大罢免调，可许立委拢抢要入热门的委员会，想要替地方争取建设，嘛替家己的政绩加分。也毋过大家拢无想要入去司法的委员会，即摆听讲连国防外交的协调也出现问题。希望说我们总召要 尊重我们党团委员，那么他们选这个委员会召集人的意愿，不要喝令我们参选召集人的委员。这段会就是来讲党团总调郭建明、王世坚更加压了指定人选担任调委，唔是照惯例互相推举协调。 虽然无直接点名，也毋过根据了解，郭建明有意说要互新北阳担任调委，所以拒绝想要争取陈冠廷。我个人是没有听到什么训斥，陈冠廷委员有想要做争取，那这个争取呢，我们彼此呢也都有签这个相关的，我们都有签这个冠廷委员的推荐。哦，那当然呢，这一个我们的总召有提到说，是不是呢？这个博洋这一次要不要来当召委？那我们就说这个，那应该是要大家再讨论。讲清楚司法的经过，也讲无大细声。 陈冠廷也回应讲，拢尊重总调，是为化解争议。也毋过，一旦开机，党内调会就超袂好势，互郭建明气甲美讲，是咧分派系数。我找他，他也不回电话了。你是闹兄弟了，搞派系啦。你爸有交代讲，又要来砍价，我早也不回。 何其可悲啊！陈冠廷有意嘛？那陈冠廷是区域的，沈博阳是不分区的啊。那这个他用这个来压。这嘛互国民党争着机会攻击。洪社讲新会期，老北有意思要继续合作，确定让一席的调位。国民党跟民众呢有一个初步沟通，至少会有一席是台湾民众党。那目前我们初步推的是我们交通委员会的召委林国成。调位的选举特别高啊，党内都爱成团结，才会当提关选调的纪律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